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最近这个五一假期有关于胡适的这个新闻不多，所以胡适的节目停了几期，也没什么好聊的。不想给这个关心胡适的还在胡适里面搏杀的这些散户心里添堵让他们过一个祥和的、难得的这么一个假期。那今天这个胡适开张了，咱们要继续。今天这个胡适说实话走的还是不错的。节前我以为这个胡适恐怕节后要选择向下，那个走势很像是圆弧顶但是这个过节期间外围市场走的还比较稳健，贸易战、关税战似乎有一些松动，有一些利好消息。港股呢也反弹，什么 A50 对吧？这外围指数都有些反弹，所以这个今天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这胡适选择了向上。截至收盘这个5月首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涨 1.13%， 收报3316点，这个好像已经把这个关税战造成的缺口已经补上了深成指涨 1.84%， 创业板涨 1.97%， 关键是普涨格局这个非常难得上涨股票家数是5000只那下跌的只有几百只90%的股票都在涨。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13362亿，比上个交易日多了1668亿。你要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那就是这个成交量稍微小了一点这个是美中不足因为这个成交量是最关键成交量是不好骗人成交量反映出这个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对吧？就是资金愿意进来还是都在观望，这个量这个很难支撑它连续反弹。由于这个涨多跌少90%的股票都在涨，所以它这个板块轮动基本上都有。实际上这节假日这一阵子这个美股好像也把它这个关税贸易战以来这个跌幅是不是也收回去了，走了个 V 字形。今天这个证券时报看了一篇文章，叫券商员工扎堆考公发生了什么？证券业祛魅时刻。近期地方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等相继公示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券商从业者考公现象引发市场关注。券商中国记者以证监会近日披露的2025年度公务员拟录用名单作为样本观察，共有28名人士曾是券商从业人员，数量接近过去3年证监会录用券商背景人员的总和。当前券商从业人员积极报考证券系统公务员情形，与多年前证券系统人士陆续下海形成鲜明对比。以前是监管部门，就是证券系统不是叫这个叫证商旋转门吗？他们纷纷下海，要么去券商，要么去那个上市公司当董秘，对吧？都是离开证券监管系统。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券商的，对吧？玩命的考进这个监管系统的公务员，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根据券商中国记者统计说，计划考公的券商从业人员大多从业时间不到5年，相对年轻。这既与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有关，也反映证券业内外环境大幅变化对从业人员择业心态的影响。近年来行业竞争加剧，券商考核机制趋严，以及出现降薪，部分细分业务去产能，数字化转型加速，导致传统岗位需求萎缩。在此背景下，年轻从业者对职业安全感的需求正在提升。从下海到上岸，不光是报考这个证券监管系统还有报考央行的。报考央行的券商人士也有不少。根据近期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2025年拟录用公务员公告，有23名人员来自证券公司，其中有2名券商人士不仅来自同一单位，甚至曾在同一项目组共事。公开资料显示，该2名人士曾共同参与过一单上市公司可转债项目、一单 IPO 辅导项目。曾几何时，金融监管领域人士持续向证券行业流动，形成下海潮。当前券商部分中层干部或高管团就由证监会或地方证监局的工作经历，如今人员流动方向显著变化，证券行业从业者正积极加入金融监管体系。从薪资待遇来看，当前金融监管部门未必更具吸引力。据悉，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正面临薪酬方面的改革，也就是
金融监管部门啊，这个统一的要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执行国家公务员工资待遇标准。那这个恐怕啊，你金融监管部门的工资以往肯定是要高一些的，待遇要好。那现在要执行这个公务员统一标准，那恐怕就要下降。那为什么现在反过来了呢？券商的这些年轻的人削尖脑袋要考公务员，实际上这个就反映了整个的经济变化。过去啊，对吧，是市场经济活跃，这民营经济，反而你公务员呢，相对来说待遇偏低，没有什么油水。你一看那个券商，对吧，金融行业年薪100万，那都是小意思。大家记住了，券商，对吧，金融行业年薪100万那是合法的，你公务员要赚这么多，所以呢，很多人就不愿意干公务员。但现在呢，对吧，这个券商、银行、信托，谁还能拿这么多钱呢？拿不到了啊！信托现在都在擦屁股，银行都在降薪，那券商更是重中之重啊！就是不仅降薪，而且他们的各种任务 KPI 很难完成，都在降本增效，就是钱少了，压力还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显然这个监管系统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旱涝保收，对吧？虽然绝对的工资不高，但是各种待遇、隐性收入，这个时候就显得不错了，对吧？过去你看不上，现在是高攀不上，所以你得削尖脑袋去考啊。所以这个人员的一进一出啊，就反映着经济的变化，降本增效成为券商近年来经营工作的主基调。证券公司通过开展集约化管理，加强人员绩效考核，缩减分支机构数量等方式控制成本，人均薪酬的变迁直观体现出行业受市场因素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在市场扩张期2020年至2021年期间，上市券商员工人均薪酬依次为54万元、59万元。在市场调整期，自2022年至今，上市券商人均薪酬连续3年低于50万。他这个薪酬啊，这个说法都不准确，他这个在券商那儿叫薪酬支出，就是券商为你付出的这个成本，这个不等于你自己拿到的钱，你拿到钱恐怕是2/3，就发到你卡上。从业人员开始离开证券业。根据券商中国记者通过东方财富，截至5月4日，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数量合计由33.07万人，相较2024年年初的35.47万人减少超过2万人。比如中信证券从2024年年初至今减员1726人，其中一般证券业务类型减员达1941人。从这个人员的流动啊，也能看出这个资本市场变迁，对吧？资本市场何去何从？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如果未来资本市场大红大紫，那这些人不会削尖脑袋往监管部门跑，因为你进了监管部门，理论上你是拿了死工资啊，这个市场好坏你也多拿不了1分钱，你还不能炒股。反过来啊，如果说这个监管部门、证监会的人往券商跑，往这个上市公司跑，那就说明啊，有可能会有大的这个行情。这个沪市啊，行情不怎么样，但是各路牛鬼蛇神啊，那依然是疯狂表演。我在以前节目反复说过的吧，这种跟资本市场相关的诈骗，尤其是一教你炒股这种骗局啊是最多，对吧？这个短视频、社交媒体上面那直播间，各种教你发家致富的，还有各种群，这个媒体也报道过很多次，咱们这节目都说过好多次。但是啊，可以说啊，现在这个诈骗的群呢，像雨后春笋一样，也像那个什么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个北京的这个法治进行时啊，今天有个报道说30个人的炒股群，29个是托。你看这咱以前说过啊，你要进了一个群呢，你发现里面讨论很热烈，很有可能那个群里面就你一个人是真人，剩下都是托，也很有可能是机器人，就你一个人是真正的。说近日市民马先生认识了一位炒股大师，马先生本以为跟着大师能发笔横财，直到被民警告知遇到投资理财诈骗，马先生仍相信自己结识的是炒股大师，没想到差点损失了22万。警方立即组织抓捕力量，一举将嫌疑人抓获。海淀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投资请务必选择正规的投资平台或渠道，不要相信网上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推荐的投资平台。大家看视频啊。2025年4月17日下午1点多，马先生拎着一个装满22万元现金的包，正在与诈骗嫌疑人在街头交易时，被海淀公安分局花园路派出所的民警抓了现行。我们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线索，称我们辖区内一名马先生正在遭受电信诈骗，9610专线联系马先生，对他进行电话劝阻，同时部署了相应的警力，马上到场开始对马先生进行查找。我也跟你说了，我都不说99%，100%都是骗子。
好吗？你是股市是吗？炒股全是他官方号对吧？对，这是第一。第二，他跟你说内部消息，他为什么要找这些人给他弄这个事儿啊？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被骗啊？直到被民警告知遇到了投资理财诈骗，马先生仍坚信自己结识的是一位炒股大师，有内部消息可以赚大钱。让我们关注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拉了一个群，推荐了一个就是炒股的一个软件，保证每天的这个收益比正常的那个收益是高的。之前是在炒股，但是可能有些亏损，想着说通过这个学习一些技术，或者是跟一些人炒，看能不能把这个本钱给找回来一些。马先生是一名股民，偶然间进入一个炒股群，群主提供了一款名为国海运筹号的炒股软件，可以保证高收益，稳赚不赔。那您为什么这么轻易的相信他？因为他也不认识。因为当时群里有好多人，我也是观察了好多天。他说这个软件啊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他说这个是属于他们证券公司内部的一个软件，他不会对市场公开的。就是因为他们网上的这个充值平台现在有点问题，故障了，然后呢现在只能进行这个现金充值，所以我就取了22万的现金，就是计划往这个平台上进行充值。约定好一个地点之后，他会找人来取这个现金。马先生取好22万元的现金，满心期待进行交易，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警察。为了防止这个被害人跟这个诈骗分子产生联系，我是一直通过9610持续跟他通话，一方面开展电话劝阻，一方面是拖延他。然后呢，咱们也是通过跟他解释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这种诈骗手段，使得他呢稍微的有些动摇。那个你刚才选一下那个，这个行情在这儿呢。3276。我看这个，你就哪股，你给我看把哪股找出来。这是买入的，卖出是19块3毛1是吗？对，是他给你操作，你自己操作？我自己操作。他让你是这个时候买，这时候买。对，在2点半的时候我买入，然后当时你对这个了吗？对了，是一样的，是吧？一样的。听完民警的分析，马先生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回想起之前的对接过程，也是漏洞百出。我们那个小区里有30多个人，就是可能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托。相当于在炒股软件里头，那个数字是变化的，但是呢，这个提现是提不出来的。马先生称下午1点半的时候，会有这个线下取钱的车队来联系他，把他取的这22万现金要取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立即组织了抓捕力量，然后部署了行动计划，提前到这个取现的地点进行预伏。发现有一辆无牌照的小轿车，有司机，还有望风的，还有下车和马先生进行见面取钱的人，总共3个人。然后我们就一举将嫌疑人抓获。目前3名负责线下取现金的嫌疑人被抓获归案，马先生也避免了财产损失。在此呢，海淀警方也是提示广大市民，投资请务必选择正规的投资平台或渠道，不要相信网上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推荐的投资平台，更不要相信他们所谓的内幕消息和后台漏洞，这往往都是诈骗的开始。如果有人妄想通过帮助诈骗分子转移涉下资金，这种行为是涉及违法犯罪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啊，你现在一无所知，或者仅仅听身边的朋友给你描述了一下，或者是上了哪个直播间听了2嘴，然后就毅然决然拿着钱冲进胡市啊，你这本身就是个骗局。你啥都不懂啊，你以为你一买一卖你就能赚钱，这不就是个骗局吗？对，就是利用了你这一点呢。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他就是易骗体质，你没办法。这个你谁也拿他没办法，你改也改不了，他就是易骗体质啊。有的人认知就是低，这个认知低的人呢，他的危险性还大。因为就按俗话说就是认知低的人他分不出好坏，你要对他好，他认为你软弱，你再对他好一点，他就觉得是应该的。这就是他就是认知低。你比方说我有时经常在节目里面会说一嘴，对吧？比如说要存工行，但是你也可以买一点美元，对吧？存银行，这个大家也知道，我在这个会员节目里面会说的详细一点，你为什么买，对吧？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在别的节目里面，或者在直播里面，我只是随嘴说一嘴，我不会详细去说为什么这么做中间会出什么问题，怎么应对，这个只会在会员节目里面说。但是就有人他在直播的时候听了一嘴，或者在这个油管上面看了这个节目了，然后最近这个好像人民币升值了，他就阴阳怪气冒出来了，说什么换美元赔得一塌糊涂。就这种人这个就是叫易骗体质。
他又不愿意去看会员节目，他就在那耳朵听一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他只是听人说哎呀换美元，他马上就换，或者他没换啊，他只是听说。还有人玩呢，看盗版节目呢，就这些人他就叫易骗体质啊。那他如果不上当受骗，就叫天理难容，就他应该上当受骗，对吧？他总有一天会被骗，被割韭菜，就这么简单。因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怎么换。问题是这些人他又偏偏要来看你的节目，对吧？明明你这个 UP 主是一个特别厌蠢的，就是特别讨厌那种蠢人，但是他就要来看，然后那种满满的恶意啊，稍微一点暴动马上就跑出来，那个胡适稍微弹一下马上跑来，哎，你踏空了吧？他就是这种人。所以我说低认知的人呢，对吧？你最好就你换个别的地方看去。就咱们这个频道不喜欢那种蠢人，认知低的，5个指头啊，有长有短。你可以通过不断进步来提高自己，提高认知。黄金一跌的时候垂头丧气的，这黄金一弹马上又兴高采烈，都是这种人。你这个迟早是要啊，就一次性啊全部埋进去。散户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你所谓的这个投资过程中啊，你尝到的甜头越多，很有可能啊你栽的跟头就越大，这叫路径依赖，这就不停的强化自己。没有一个人投资的时候上来就倾家荡产，没有，都是前面不停的小胜，他缺乏认知，又缺乏自我总结的能力，又缺乏提炼的能力，然后他就飘飘然，最后总有一天啊一把梭哈，然后整个的买进去。哎，这就是命运呢，没有办法。所以本频道啊一直劝人不要去炒，你炒什么，尤其是在目前这个经济形势下，炒什么都有可能啊把自己埋进去。我们要做的是叫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分散风险，叫配置，不是炒。所以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你瞎听什么呢？就缺心眼呢，能不能从这频道离开呢？这 UP 主几千上万的，对吧？这什么 UP 主都有，你随便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我们再看看这个啊，回信老师这2天好像对一个发生在山东滕州的一个交通事故啊产生了兴趣，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啊，希望这个滕州的这个交通事故啊，要尽早的，要及时向社会通报。老胡作为一名老媒体人，想表达一个观点：对各种突发事件向社会做情况通报，应当是对突发事件善后处理的标配，只有极特殊的情况才可以例外。像这件事情，视频已经流传的到处都是，很多人都看到了事故大致是什么原因，有多少人伤亡，这些基本信息应当向公众告知，任何地方都不应在这样的信息通报上退缩。如果出于种种考虑，这也可以不通报，那也可以不说明，久而久之就会积累成信息透明度上的倒退。他说的是好像是5月4号吧，就是前天下午啊，发生在山东滕州的啊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视频，一辆好像黑色的一个小轿车吧，像那个离弦的箭一样射出去啊，最后是撞到一个公交车站吧站台。后来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这个官方的一个说法，网上这种视频多的是，所以大家就开始猜测啊，各种留言。当然了，今天啊，这个当地警方啊已经说这个滕州车祸肇事司机被控制，案件已移交刑警，也就是刑警管了。那这个事情恐怕不小啊，具体什么因，对吧？那只能等官方的通报啊。这个滕州啊，我还有点印象，就是从北京啊开车到安庆，好像在滕州正好是在中间。我以往从安庆开车到北京，或者在北京开车到安庆，我的习惯出发的时候把油加满，然后一直开到滕州，正好就是一半，大概开6个多小时，然后去上厕所、吃饭、睡觉、加油、休息一会儿，继续出发。所以我在那个滕州的服务区啊，这个应该是路过很多回，但是滕州市我没进去过。不管怎么说啊，回信啊呼吁地方政府尽快的公开真相，进行情况通报，这个也不容易啊。作为一个大 V 啊，他敢提这要求，对吧？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也是难能可贵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